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斯镇洛桑僧格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向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致贺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重申“我是印度之子”。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日本展开为期3周的访问。中国政府抗议英国议会议长会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达赖喇嘛乃至有虚空西藏图片展。斯镇洛桑桑格博士受邀出席第3届印度理念会议，谈及印藏关系重要性。斯镇向国际媒体强调，中国当局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拉如5名佛学院遭到严重拆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众所瞩目的美国第45届总统大选近日终于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以276票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成功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随后，包括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世界各国政府领导人也纷纷对胜选的特朗普表示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本月8号对特朗普的贺电中表示：“我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军，那里在体现自由和民主价值。”尊者表示，他和西藏人民荣幸地得到了美国各位总统和人民的支持，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西藏的古老佛教文化得以发扬。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表示，祝愿当选的特朗普总统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成功地应付各项挑战。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也向特朗普总统表达了祝福。司政罗桑桑格表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全体西藏人民，祝贺您和您的政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罗桑桑格表示，感谢美国总统在白宫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并支持中间道路，敦促中共当局同达赖喇嘛对话，尽快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藏中分歧。司政罗桑桑格还强调，正如您在获选演讲中所承诺的，国际社会要公平对待每个人，同时还要确保国家利益。我们呼吁您和贵国政府要继续支持这一对话途径，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代表议会，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向最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衷心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总统继续支持西藏，争取自由。11月5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他是印度之子，以及阐述这一古老理念的由来。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国阿邦举行的第3届印度理念会议的视频致辞中表示：“我是印度之子，我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和逻辑都来自印度。不管我去哪里，我都会告诉民众，我是印度古代思想的使者。非暴力与慈悲对这一理念是印度对世界的领悟。”11月8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日本访问。从11月9号开始至2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展开为期18天的访问和弘法行程。尊者行程主要包括于本月17号在横滨市国际和平会议场发表主题为“慈悲通往幸福的钥匙”公开演说。演讲活动由达赖喇嘛驻日本联络处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处联合举办。尊者在日本的最后行程中，还包括与医护工作者举行一场研讨会等。在日本访问结束后，尊者将于本月27号离开该国，28号返回达兰萨拉。本月11号，中国政府谴责英国当局允许其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与斯镇罗桑桑格博士会面，并表示英国应该避免采取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11月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前不久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
会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仪式时表示，此次英国议会下议院领导人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无视英国政府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一意孤行，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华春莹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洛桑桑格等达赖集团头目以任何身份和名义在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11月1号，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邀请西藏民选政治领袖司政洛桑桑格参访英国议会下议院，并表示热烈欢迎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到访英国议会。议长还回顾了此前议会接待达赖喇嘛尊者的情景，并表达他将坚决支持西藏非暴力与正义事业。Just before we take the question, 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oday we are joined by Lobsang Sangay, the Sikyong, or Prime Minister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t's a pleasure and a privilege, sir, to welcome you to the House of 11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以及独联体代表戴洛仁波切应邀出席由乌克兰佛教团体在首都基辅举办、主题为达赖喇嘛乃至有虚空图片展览，并发表了主题为达赖喇嘛现代世界的佛教理念公开演讲。戴洛仁波切在公开演讲中向出席的200多名与会者表示，虽然之前我从没到过乌克兰，但在感觉中早已同乌克兰人民之间产生了有一种深厚的友谊。仁波切还表示，自从担任达赖喇嘛尊者驻外代表以来，他认为有义务拓展达赖喇嘛尊者的活动范围，并努力传播尊者所提倡的爱、慈悲、善良和包容等方面的信息，这对现代世界极为重要。仁波切还详细阐述达赖喇嘛尊者关于促进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和对话等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有助于促进相互信任和理解。藏人政治领导人司政洛桑桑格近日受邀出席第3届印度理念会议，强调印藏关系的重要性。司政表示，西藏争取自由运动必须要成功，因为这不仅对印度的民主进程和保护西藏独特文化有着重大关系，而且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在国际平台上先后提出中共当局强拆色达拉荣5名佛学院问题，在印度果阿邦第3届印度理念会议上又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藏人的基本人权应该得到恢复。中共在拆毁世界著名的拉荣5名佛学院，这种毁灭宗教的事不应该发生。前不久，司政在访问英国期间，也提出了拉荣5名佛学院事件。在英国卫报发表的文章和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也提到中共当局在拉荣5名佛学院大规模拆除僧舍和强行驱逐僧侣事件。The freedom of your peopl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your people remains under threat, especially increasingly as China gains more prominence and dominance on the global stage. That's true. The ultimate goal of China is to turn Tibet into China and make Tibetans into Chinese. That's their cultural assimilation drive. But Tibetan civilization is old. Tibetan identity is also deeply rooted. So we have sense of pride that Tibetan people will be the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So in 60 years, they destroyed 98% of the monasteries and nunneries. They disrobed 99.9% of monks and nuns in 1960s. Now, if you look back, in 60 years, most of the major monasteries are already rebuilt and revived in Tibet.
and man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onks and nuns are practicing Buddhism. In that sense, from almost a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ibetan tradition, the revival is going on. So the revival is so strong, as you might know, the Larungar case, where estimated 20,000 monks and nuns, lay people, including thousands of Chinese, are there following Tibetan Buddhism. But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stroyed part of the Larungar monastery in 2001. They are destroying again. 3 nuns committed suicide just recently. And if you go to YouTube, you'll see that many of the nuns and monks are bundled up and put in trucks and buses and sent off. Yeah.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晚安。